YouTube 頻道嘅經理人阿晶，原名叫劉靜怡，亦都叫做阿晶 Jane Lau。1994年11月18日出生，2023年7月26日逝世，係個澳門網絡紅人。其最知名身份就係微辣文化嘅藝人經理人。佢喺2023年7月26日燒炭自殺，輿論推測主要原因係老闆兼藝人之一林茂發嘅感情傷害，次要原因係老闆兼藝人之二陸志豪嘅江湖恐嚇，周邊原因為該公司多個成員嘅網絡欺凌事件引起輿論轟動，該公司亦因此近乎崩潰。微辣頻道嘅加聰開收費直播搲銀，直認復出，你哋記住我係一個仆街。YouTube 頻道微辣前經理人兼 KOL 阿晶 Jane， 2023年7月輕生離世。佢生前曾自白受抑鬱症困擾，仲有為舊愛加聰林茂發墮胎及被昔日頻道同事欺凌。事後微辣解散，事隔半年，多位微辣成員頻頻鋪路復出。微辣老細六毫子陸志豪上週曾發聲明首次提及事件，而加聰林茂發去年底與同屬前微辣成員嘅女友兒仔結婚後，近日又開直播，之後更將直播片段設定為私人影片，要加入佢嘅頻道會員先能觀看，再被網民鬧爆。潛水多時嘅加聰於今年元旦突然開直播，更自認係仆街。佢喺片中稱：佢哋講各地新聞唔係講我唔係要幫自己洗底。你哋記住，我就係一個仆街，你唔好俾我影響咗，我就係仆街。佢喺5號嘅時候再次直播，只有付費會員先能收聽同埋留言。有網民問佢會唔會復出，佢亦都唔否認，出下嚟又縮翻入去，彈出彈入咁咯。至於有網民留言清者自清，佢亦回應呢件事我係逐者自逐。佢又預告今晚會再開直播，網上討論區亦有唔少網民討論加聰復出，鬧爆佢厚顏無恥，更加呼籲要抵制佢嘅影片。2023年7月27日嘅報導，微辣阿晶逝世，加聰宣布退出微辣，向阿晶道歉，否認逼墮胎、出軌搭上兒仔。YouTube 頻道微辣前經理人阿晶 Jane 昨日輕生離世。佢透露自19年墮胎後患上抑鬱症，受情緒病纏繞4年。當年佢提及舊愛加聰強迫自己墮胎，而一度聲稱不分主義嘅加聰突然喺舊年向女友兒仔求婚，因此加聰成為眾矢之的。加聰喺27號8時左右，加聰喺自己 YouTube 頻道開直播，於網上直播回應事件，宣布已經退出微辣，並向舊愛阿晶道歉，但否認逼對方墮胎及出軌追兒仔。加聰直播以對不起為標題，今晚8時許，加聰喺自己 YouTube 頻道開直播，以對不起為標題，全程黑畫面，直播長約8分鐘。佢先宣布退出微辣，我覺得做咗嘅嘢要負責任，所以我都喺度講聲退出微辣，唔希望因為我自己做過嘅嘢而影響到其他唔關事嘅人。同公司傾咗，今日已退出微辣。加聰強調，大家傾完決定唔要個 BB。加聰同時向前女友阿晶及其他人道歉，首先好對唔住大家，好對唔住阿晶，對唔住同事。佢承認墮胎一事確實影響到阿晶嘅情緒，自己責無旁貸，向阿晶道歉，但否認強迫阿晶墮胎，表示我同阿晶19年3月尾知道有小朋友，4月份唔要小朋友。呢度都講返唔要小朋友呢件事，好多人話我逼佢，我講咗好多次，真係冇逼到。由我哋有小朋友，我話可以生出嚟一齊養，到後面大家傾咗好多，覺得唔係咁合適，所以我就唔想要小朋友。最後大家傾完，決定唔要，呢個係事實。當然佢去當日，我冇陪佢，呢個係好錯嘅事，原因我唔多講，但係呢件事係錯事。以下係2023年12月6日嘅報導。
微辣家聰與兒仔註冊結婚，舊愛阿晶今年7月輕生離世。詳細內容：微辣前經理人阿晶7月底輕生離世，由於事件而涉及被欺凌，一眾微辣藝人，尤其阿晶舊愛家聰林茂發成為眾矢之的。阿晶曾表示被前男友家聰要求墮胎，而自稱不婚主義嘅家聰去年向同公司嘅兒仔張泳儀求婚成功。今年1月1日，家聰喺社交平台宣布即將與兒仔結婚。2022年9月6日，我哋要結婚了。最後1年逗利是，求婚唔使用劍嘅，被指加劇阿晶被抑鬱症困擾。家聰曾表示自己同阿晶於2021年1月分手，同年8月阿晶離開微辣，10月才跟兒仔拍拖。阿晶輕生翌日，家聰開直播宣布退出微辣，否認自己曾強迫阿晶墮胎，亦否認與阿晶分手涉及第三者，指兩段感情之間有9個月空窗期。雖然家聰強調與阿晶分手9個月先開展新戀情，但從2021年5月軒 Sir 舊片所見，阿晶當時已經以兒仔男朋友稱呼家聰，而兒仔喺阿晶輕生後強調與對方係共事過一陣子嘅同事，絕非好朋友，自己並非第三者，冇搶朋友嘅男朋友。家聰同兒仔深潛4個多月後，喺2023年12月6日，有傳媒報道兩個人喺民事登記處註冊結婚，在場有屏幕寫上林茂發、張泳儀嘅名字，有數名長輩同埋賓客在觀禮。以下係2024年1月11號嘅報導。家聰不忿被 YouTuber 無理追擊，直播反擊還我公道。YouTube 頻道微辣前經理人阿晶去年7月輕生離世，微辣員工被指責欺凌。潛水後，阿晶舊愛家聰林茂發近日復出開直播及設會員制，更自認係仆街。家聰上水後，日前更在 IG 反擊 Haters 頻道，指對方為蹭熱度追擊佢，更拍片要求對方還我公道。家聰喺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出直播片，逐一指責 YouTube 頻道、日更頻道 Plus 半年嚟出咗107條片，談論微辣及阿晶事件，當中好多指控係冇根據，並唔係基於事實。佢又指自己冇欺凌過阿晶，更怒指對方黑心。家聰早前亦在限時動態貼出群組對話截圖，顯示有人提到其實佢好無聊，佢老婆嘅嘢俾我哋做乜 Q？佢老婆嘅嘢自己平反啦，爭你嘅咩？家聰貼圖反擊寫道：偶像到底想點？成日叫人回應，依家俾資料你就話唔關你事，同埋你都私下問咗我冇話得我老婆嘅嘢，不如你睇翻我哋啲對話。佢又指對方半年嚟出咗107條片，未計你講錯嘢 delete 咗嗰啲，依家俾資料你又變咗唔關你事。家聰又多次寫道，到底想要公道定熱度？暗示對方攻擊佢只係為頻道蹭熱度，指自己阿晶事件翌日，佢以直播回應兼道歉，指對方不直接向佢求證，而係瘋狂出片談論事件。你都一直有我聯絡方法，出片前有冇揾我求證過啊？然後潛咗半年，你都冇停過繼續講，一直話要公道，成日叫我哋回應，所以前日先話俾資料你，所以你可以答翻我未？你到底要公道定熱度？日更頻道 Plus 亦出文回應，指家聰並冇俾佢資料。家聰咁緊張做咩事？我喺群度講兩句都咁緊張，真係得意。潛咗半年嘅人點解仲好意思叫人答問題？同埋你資料都未俾我。家聰後來亦發文道歉，指自己唔想喺任何平台發泄情緒，只係有啲嘢想講，講完我會回復正常，唔好意思咁多位。嚟張叔講，我哋日更頻道咧，本身係做咩㗎？我哋講民生、講時事嘅，點解而家覺得會係好似追擊微辣啦？點撚樣解啊？因為呢件事發生喺澳門啊！屌你老母！如果澳門都冇人提啊，
係咪成件事當冇撚發生過？撲你個街！即係大家都冷處理啦。澳門有幾撚多嘢冷處理過撚咗骨㗎？我諗大家唔使講，心知肚明啦，屌你老母！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打泥漿出國有意思咩？大家陣熱度。其實如果你話打泥漿出國，你每講話一次，我以下係2024年1月11號嘅報導。加聰不忿被 YouTuber 無理追擊，直播反擊還我公道。YouTube 頻道微辣前經理人阿晶去年7月輕生離世，微辣員工被指責欺凌。潛水後，阿晶舊愛加聰林茂發近日復出開直播及設會員制，更自認係仆街。加聰上水後，日前更在 IG 反擊 Haters 頻道，指對方為蹭熱度追擊佢，更拍片要求對方還我公道。加聰喺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出直播片，逐一指責 YouTube 頻道日更頻道 Plus 半年嚟出咗107條片，談論微辣及阿晶事件，當中好多指控係冇根據，並唔係基於事實。佢又指自己冇欺凌過阿晶，更怒指對方黑心。加聰早前亦在限時動態貼出群組對話截圖，顯示有人提到其實佢好無聊，佢老婆嘅嘢俾我哋做乜 Q？佢老婆嘅嘢自己平反啦，爭你嘅咩？加聰貼圖反擊寫道：偶像到底想點？成日叫人回應，依家俾資料你就話唔關你事，同埋你都私下問咗我冇話得我老婆嘅嘢，不如你睇返我哋啲對話。佢又指對方半年嚟出咗107條片，未計你講錯嘢 delete 咗嗰啲，依家俾資料你又變咗唔關你事。加聰又多次寫道：到底想要公道定熱度？暗示對方攻擊佢只係為頻道蹭熱度，指自己阿晶事件翌日佢以直播回應兼道歉，指對方不直接向佢求證，而係瘋狂出片談論事件。你都一直有我聯絡方法，出片前有冇揾我求證過啊？然後潛咗半年，你都冇停過繼續講，一直話要公道，成日叫我哋回應，所以前日先話俾資料你，所以你可以答返我未？你到底要公道定熱度？日更頻道 Plus 亦出文回應，指加聰並冇俾佢資料。加聰咁緊張做咩事？我喺群度講兩句都咁緊張，真係得意。潛咗半年嘅人點解仲好意思叫人答問題？同埋你資料都未俾我。加聰後來亦發文道歉，指自己唔想喺任何平台發泄情緒，只係有啲嘢想講，講完我會回復正常，唔好意思咁多位。香港01喺2025年11月11日有一篇報導，微辣發聲明，日更頻道 YouTuber 被裁定侮辱詆毀兩罪，中華清白。詳細內容：澳門自媒體公司微辣2年前因阿晶事件引發軒然大波，網民更發起抵制行動，微辣因而停止多數活動，以及縮減規模，甚至停止營運嚟到應對。即使於2024年9月回復活動後，市場反應仍持續不佳，結果喺短短8個月後再度暫停活動。2年嚟，微辣仍不斷受到網民輿論攻擊，一直舊事重提，甚至有 YouTuber 拍片抹黑。微辣今日喺社交網就發聲明，2年嚟社會上不斷有人對微辣作出毫無根據嘅詆毀同誹謗。經營日更頻道嘅 YouTuber 日前被澳門法庭裁定1項侮辱罪同2項公開及詆毀罪成立，被判監1年1個月徒刑，緩刑2年。微辣感激法庭還咗佢哋嘅清白。呢2年我哋冇逃避，一直尊重司法程序同埋等待審判結果。法庭嘅裁決證明咗我哋一直所講嘅都係事實。衷心感激喺危難當中仍然選擇相信微辣嘅每一位。澳門初級法院定罪與量刑。定罪：根據以證事實，嫌犯明知不可，仍在直播及視頻中公然對被害人進行辱罵、大罵其關你卵事，令該被害人感到名譽及精神受到損害。
基於此，嫌犯觸犯了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侮辱罪。同時，嫌犯明知不可，仍在直播及視頻中發表不實言論，直接指兩名被害人係始作俑者、加害人，企圖將某某的自殺的原因歸責於兩名被害人，而且不斷要求兩名被害人向某某道歉，借此公開廣泛散佈針對兩名被害人的虛假及具誹謗性言論，誤導使用 YouTube 嘅網民。其行為直接及嚴重地侵犯兩名被害人之名譽，嫌犯意圖以不實嘅言論煽動網民抵制兩名被害人，借以侵害兩名被害人嘅名聲、職業誠信、名譽及被害人之專業觀感形象，對被害人之他人觀感構成咗嚴重犯罪。澳門嘅初級法院佢另外仲講咗，被告為初犯，但其犯罪故意程度甚高，及其犯罪後果較為嚴重。本合議庭認為嫌犯觸犯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侮辱罪，判處45日徒刑，及觸犯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結合第177條第2款及第11/2009號法律第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2項公開及詆毀罪，每項判處7個月徒刑，3罪競合共判處1年1個月徒刑最為適合。然而，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，考慮到嫌犯之人格、生活狀況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，尤其嫌犯為初犯，且本案發生於1年多前，本合議庭認為現僅對事實作譴責，並以監禁作威嚇，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，故決定暫緩執行上述徒刑，為期2年。